就让我们一起加入客家风情，大家来讲客家吧。What better way to cool off on a summer day than with a juicy pear? Taiwan's Gaojie variety was developed by a man from Taichung's predominantly Hakka Dongshi district by grafting a temperate pear branch onto a tropical pear tree. In the summer, tourists can even learn from Dongshi farmers how to do this grafting technique. During the season, local hotels use fresh Dongshi pears to come up with creative and fruity new dishes. Yo, it's time to talk about Hakka here on ICRT.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兵哥 Leo。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 Joseph Lin。Leo 最近做健检啊，出来我血脂太高啊，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对啦，你要多吃一点。那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芭乐最好了，对不对？芭乐不错。对，然后偶尔还是会吃什么凤梨啦、香蕉，还有水梨啊之类的。水梨好啦，我跟你讲，水梨6月份啊，在那个东市是我们的高阶梨盛产的季节。你那时候去那个东市就没错了，就下个月了，我就可以吃好吃的高阶梨。你说是不是？对，而且啊，你知道吗？东市这边的高阶梨其实是有故事的哦。请说。东市这边早年它是衡山梨，但是呢，当年就有一位先生，这是这个东市大埔的张荣生先生啊，用这个嫁接技术在这个衡山梨上面嫁接了风水梨啦、星星梨啦、杏水梨啊这些不同海拔、不同地区的一个水果。现在在东市这边的风水梨真的非常非常有名，非常好吃哦。太好了！而且现在东市地区他们的果园经营的方式，他们都开放给民众来去认养，所以呢，你可以去那边去帮他除草、施肥、浇水啊，然后它就长出果子来。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成长的果子上面来套袋，就保护它嘛。是，所以呢，你只要认养这棵树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袋子上面来画上你的图案，做一些彩绘，让它更可爱、更漂亮。没错，而且让民众呢真的是 DIY 可以多体验一下做果农的辛苦啦。然后呢，到户外去走走多好。对，晒晒太阳也好，运动一下。种完这些水果就可以拔来吃了嘛。没错，对不对？而且这边的农会啊，也特别就是跟我们的饭店业者来结合，把我们最好吃的风水梨来入菜。对，这样子就入到我们的一些比如沙拉里面啊、主食里面啊，都可以吃到好吃的高阶梨了。太好，下个月一定要来东市来走走喽。好，那我们现在来教几个单词，包括这个高阶梨 ，the special kind of pear， 狗甲梨 ，and then to harvest these fruits， 采果。榨果子，好像要榨果汁可是是采果采果子。All right, and now you know that does today's talk about Hakka here on ICRT。什么太嘎？俺只say张来了。客家风情由客家委员会监制。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